華人之光盛典頒獎典禮啊！哇，而家正式開始啦！中國澳門，哇，好靚啊！今晚個場面，首屆華人之光頒獎盛典喺澳門舉行，由鳳凰網同埋華人之光組委會聯合主辦。呢個盛典旨在表彰喺實業報國、科技創新、文化傳播、全球治理等領域作出卓越貢獻嘅華人代表。活動包括頒發終身成就獎、致敬人物獎同埋年度人物獎，並且同步成立鳳凰網喺澳門嘅頻道落地澳門。鳳凰網重磅落地澳門鳳凰頻道，以澳門為窗口，聯結全球華人嘅精英。呢一場盛事唔單單係頒獎禮，更係文化傳承同埋時代創新嘅交響。頒發年度人物、終身成就獎呢啲咁重量級嘅獎項，表彰全球華人傑出嘅代表。哇，有埋紅絲入場添啊！睇下，奔走集團等等頂尖品牌聯手支持，跨界合作點燃咗商業同埋文化嘅雙引擎啊！照亮世界。澳門啟航輻射全球，鳳凰網澳門頻道正式成立，同步啟動第二屆華人之光評選，打造永不落幕嘅華人榮耀平台。晚宴盛典星光熠熠，各界嘅領導共繪華人之光嘅未來藍圖。一場跨越文化、商業同埋公益嘅頂級盛宴，讓世界睇到華人嘅力量同埋光芒，讓澳門優質嘅內容可以更好廣泛地傳播，讓全世界以及國內嘅同胞們更好咁了解我哋澳門。這個是魚肚，然後螺頭，然後還有豬肉燉椰王。喝完以後一定膠原蛋白呆呆的。哇，像我這麼美嗎？再年輕10年。